台北市某一间教保中心和某一间幼稚园拢传出虐待威胁的案件。这囡仔的家长就批评讲，某一间护理学院委托经营的这几间教保机构，拢别出不当对待。家长讲要看这监视器，却一直甲因阻挡，要求这学院就要出来面对。那台北市教育局就表示，因暗暝召开说明会，学院也会出面来甲家长讲清楚，而且会回实的。被罚上下椅子半个小时，不专心什么的，被罚跟大家隔离，不可以参与团体的活动，最长是2个小时啊。台北市有一间教保中心甲幼稚园传出虐待囡仔、甲性威胁的案件，受害者的家长出面控诉讲，有几间教保机构因委托一间护理学院咧营运，不过却少年煞逼出不当对待囡仔的情形，批评这间学院并无尽监督的责任，抑搁伫案件发生了后欺骗家长，甚至要调监视器，抑搁互要求大写时段签承诺书，搁有家长去互学校的陪同人员口舌甲屁相。陪同人员。他在我看到难过的画面之后，以系列的方式说：“妈妈，你与其来看难过的事情，不如跟先生去开房间。”因为其中一个姓陈的教保员，捌伫2间幼稚园服务，接触的囡仔可能超过200个，所涉嫌甲囡仔卡来手来。台北市议员苗圃雅批评讲，这个学院面对家长的申诉，煞是想要甲代志压落来，要求都要彻底调查。也让家长希望学院会当出面回实的。有民代要求教育部都要严格把关这间学校的培训甲营运。整个系所的教师跟他所教出来的学生完全缺乏基本的儿童人权跟性别平等的观念，教保供应链出了问题。法人他的确在他承接的期间发生了严重影响幼儿的情事，对外来公告负责人跟董事长的名单。那累计公告2次之后，就不得再承接我们的非营利幼儿园跟中心。针对累这2届重大违规，教保机构才袂当接案。国教署强调讲，当咧修正法令，要变较严格。也让其中一间幼稚园是国防部委托经营的，国防部讲12月20就正式结束甲这间学院的契约。台北市教育局表示，初日暗时会召开说明会，要求学院出面甲家长解说。也让学院是表示会由学校高层出席，若有做唔对，就会认错，袂下提责任。记者综合报道。